呢個係一木 Highwood 恒基地產喺東維港灣打造嘅新地標，位於碼頭角核心位置，外觀用玻璃同木紋做配搭，夜晚睇落好有質感。今次介紹嘅係465尺三房單位，每一寸位都安排得好實用，主臥夠晒舒適，次臥可以做書房或者細路房，第三房就好靈活，可以做客房或者工作室。客飯廳同廚房係開放式，動線順，收納位夠多，窗邊仲可以擺啲綠植，屋企感覺有秩序又有溫度。交通方面，步行大約4分鐘到屯馬綫土瓜灣站，周圍巴士、小巴路綫多，去尖沙咀、中環都方便。項目有大型基座商場，日常買嘢食飯一站搞掂，仲屬34校網，對有小朋友嘅家庭好有吸引力。中意呢個單位就幫手按個讚，喺留言話我哋知你會點用第三房，或者 tag 一位想一齊睇樓嘅朋友，歡迎致電93403632預約。多謝收睇，記得追蹤我哋，仲有更多單位片段等你睇。